在防疫期间，家长甲学校上界挂心的，就是学生囡仔的身体健康。9月份就要开学啊！阳明交通大学是准备快速体检的试剂，要予有需要的学生来做使用。那清华大学这边嘛讨论讲，要寄快速体检的试剂予新生。不过学校强调讲，未强迫学生一定爱做使用。目前预防社拢是针对18岁以上的民众。 再过免1个月就要开学，学校开始烦恼要安怎保护学生。针对这点，阳明交通大学除了替有需要的学生准备免费的快筛试剂，针对新生的部分，再来看疫情变化，再来决定。如果能免费提供给学生，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机会去做筛检，那对大家来说也是安全。如果说是疫情没有那么严峻，但是我们自筛还是会提供嘛。 那我们预估会在大一新生进来的那个时候，我们会等于说卫教宣导鼓励。清华大学的部分，目前是规划寄快筛试剂予1年的新生，学生会使家己决定，敢要家己体检。主要目的是希望家长放心，袂使予学生做个人的健康参考。至少把一些有可能阳性的找出来嘛，然后这样子他们就算住宿的话，他们也会比较。 就是才不会传染到其他同学，这样感觉比较安全，对你们也比较放心，对啊。相对应的结果的处理方式都会按照那个7D7的规范来做进行。那希望他们来学校之前能够有一些自主健康管理相关的这个资讯的依据。针对有学生恐惊会侵害学生的权利，学校表示绝对无可能强迫学生进行快筛。 嘛未依照快筛的结果来做联合，还是带宿舍的准部依据。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